市民时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时声节目。咱在电视机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我们这个台湾之光呢，也是台湾宏威科技集团的创办人谢晋兴博士到节目当中哦。那他跟我们分享说，他来当选了我们中华民国呢这个传销业的多层次传销商业工会的理事长，然后他怎么样呢？要来带领说我们的这个直销业呢，可以在我们的台湾甚至全世界呢，能够合法正派，然后让很多人更加正确的认识它。好，而且同时呢，他也跟我们分享了他最新出的这一本书要更好让我们一起努力呢，就是更好的一本书。然后这本书呢，把他30多年的经验呢，全部都毫不保留的传授给大家啊。但是呢，谢董伊的讲伊这本册并不是主要要起来卖，伊是希望讲愈多人看到，然后对我们的直销业，甚至说对他们的人生呢，能更有帮助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再一次邀请到谢晋兴博士到节目当中呢，跟我们更深入的呢，来了解一下这本书里面到底讲了些什么。因为如果你没有办法去买到这本书呢，我们透过今天的节目也把里面的内容呢，它的重点呢来告诉你。好，我们再次欢迎谢晋兴博士到节目当中，谢谢您。谢谢，大家好吼，感谢那个咱碧纯甲3冠员佮邀请我来来开讲对。伫顶一集就较到位啦，所以一寡真重要的拢无甲大家分享到所以个半节时间呢，大家无啥气验罔参考来了解看卖。是，咱继续来开讲其实嘛，不是讲伤济是因为呢，我们谢博士把他30几年的东西全部集在这一本书，那当然不是短短的1个小时1点钟就讲会煞嘛所以咱要有真侪物件要甲咱的观众朋友来做分享好，咱谢博士，因为咱真侪观众朋友就会讲，感觉讲，这个直销业，我们在上一集节目当中也讲到，100人内底都有15个人是从事这个直销的工作。那很多人呢会觉得说，直销工作在以前被人家讲老鼠会，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子的，很多都是非常正派的经营，然后也非常的有制度，像宏威科技集团就是其中之一，非常有制度的。好，那他怎么样去组织成这么棒的一个养生的王国呢？那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就好好来访问谢董了那谢董来讲，今嘛其实做这人其实渐渐对着讲直销，并不是说获取暴利啦，或者是说安尼就是招一堆人但是实际上产品无卖出去，或者是吸金等等，这个都正确认识的人觉得不是这样，因为其实像宏威的产品，它就是非常的棒，它就是说它的产品里面都是非常养生，然后有讲究到非常讲究的。所以其实，在书里面有谈到，我知道说谢董，你讲说一个很好的直销，它最重要就是它的产品，对，对，没错。那你们宏威的产品有哪产些？品才是命脉，因为消费者他掏钱出来，最主要目的就是要享受到产品对他的帮助，对呀，而能够解决他的问题。那所有的直销公司呢，他卖的产品，大部分就是可以解决消费者的需求，他才能够生存对。那我们公司呢，主力的产品就是我们起家的，就是做骨架，就是足弓矫正器。那又有一个品牌的名字叫脚的眼镜对。那我们一开始呢，我们包括我自己啦，我们经销商去跟人家讲脚的眼镜，大家都吓一跳。脚是免啊挂目镜，对啊，目镜挂了都破去啊咧，都拉破但是阮是安尼解释讲，咱人目睭无好，就是爱挂目镜。你目镜若配了有准，度数有准，你原你看袂清楚，看无就是看有嘛。迄个光学原理嘛。脚的目镜是讲，咱的脚因为第一遗传，是大人生活咱的，所以阮的经验内底脚型印出来，若要生老爸就生老母啦。有当时一脚生老爸，一脚生老母，哪拢有啦。对。这叫遗传啦，先天的遗传。伊就画较好，画较歹嘛。你看囡仔画足好走，画袂走啊。对。迄就拢遗传的关系啊。第二就是安那后天呢，就譬如讲运动伤害造成的啦，车祸啦、摔跋倒啦、意外啦，是安那穿唔对鞋啊啦，长期穿错鞋子。像女孩子，如果你长期穿高跟，个夹脚鞋，
当然你就会造成拇指外翻嘛。对啊。你高跟鞋来讲就是讲，你的脚后跟的吐管呢，你后边阿斯底斯腱呢，伊的吐管伊的萎缩嘛，所以你但若无穿高跟鞋吼，有当时啊真艰苦，是你袂行啊穿久，因为你后边管重心向前呢，你整个人体的力学原理也造诣嘛，所以造成肩啊腰啊长期拢会受损嘛。阮的产品是讲透过你来体验，阮做一个跟你互动的体验，体验落有效无效，1秒钟随知，甲挂目镜同款。所以这叫卡的目镜。真侪体验过，人拢惊着，哇，那有影，那真正安尼。所以阮这种前10几年前，阮这个属于互动式的一个行销啦。我甲你互动，有效无效，你家己体验。你也感觉真正有效，对你有帮助，你当然甲考虑嘛。若体验落拢无感觉，当然就唔免啦。所以这就是讲，阮的产品上厉害的，为这开始啦。就是足弓矫正器，这个是你们最强、最主打的，而且单子阿公这个产品获得了80几国的这个专利跟认证，对不对？它专利是有时候也不能，就是说有的像欧盟来讲，它就是联合嘛，我们是大概我们公司算小公司啦。所以一步一脚印下来，我们很多产品啦，包括足弓矫正器，我们后面开发的，我们现在大概专利应该有，国内外应该有8、90个专利有了。专利对。重点这个产品呢，得过从那个瑞士日内瓦、德国海伦堡、纽伦堡，美国匹兹堡，这是世界3大发明奖。对啊，很有公信力的。还有那个还有那个韩国的啦，还有。亚洲就是像马来西亚啦，泰国啦，还有那个中东科威特，我们都有得到金牌，而且是甚至我们在那个美国那个匹兹堡得过大会发明奖的国际第1名。这个真的不好拿。对，这不好拿，这个是非常难哦。台湾唯一在那个匹兹堡拿过曾经拿过第2名的，就是国际奖第1名，因为第1名都是美国本土嘛，所以他是国际奖第1名大会第2名，可能是我们唯一的一次了，台湾代表的，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们经营这么久，我觉得是真的是对人类的这种健康骨架的养生保健，我觉得它是最简单方便、长期使用，而且没有副作用。你也要以算钱来讲，你长期嘛，你这比较属于耐久材嘛，对，所以上俗的一个医疗器材，因为我们这个算医疗器材，我们有政府颁发的医疗器材的这个认证。对，所以有人一开始也想讲，哇，一个那个矫正器就是像鞋垫一般然后为什么这么贵啊，几万块？但是后面用了起料，后续就是说，一个东西可以用这么久的时间，其实真正做会好啊，而且重点是它我就是弄起来，就是很多人就是腰酸背痛，或者是说，真的走路啊脚有问题的，他们自己都有感受到，对不对？重点是要有效啦。对。咱今摆人不是咧惊贵啦，对，惊无效啦。你佫无效，你送人嘛无爱啊。有效也去衡量讲，开始调钱，有价值无啦。所以你若讲一样物件伫市场，无论做直销也好，做正常的传统的通路也好，你的品质若无好，价小无对称，自然市场就跟你淘汰了啦。对。因为今摆网络一查，大家足巧的，所以这个是产品一定要到位啦。对，所以就是说，谢董一直很坚持，就是说，一间公司最重要就是它的产品，你产品要有够好，对不对？高贺，然后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可以历久不衰。而且我们知道说，你这个产品在这个开发过程当中是不断的开发、不断的创新，你自己还有这个研究室，对不对？我们自己有就 R&D 的单位啦，所以这个事实上我们就以这个产品起家，但是目前呢。一刚开始就一个足弓矫正器，配合一双鞋，那个时候只有一个鞋款，黑的跟白的，欧北龙棍那里，在市场在推广，再从2003年、04年的那开始，真的是很小了，而且大家也看不起了但是累积到今天，我们光
设计各种不同场合的鞋子，休闲鞋、运动鞋、淑女鞋、上班鞋，包括高尔夫球鞋，各种鞋款。对，好多款式。像我今天这个是下个月要推出的。它是浅黑，但是它很好看。晚上如果你灯光一照，也翻更了。也翻更，这样比较安全。对。这是样品鞋。后个月要出来。而且造型很好看，重点是好看。光干那鞋子的款，比如讲伊那3色的有那一款，我们现在有47款。47款选择很多了。选择很多，但是所以我们的仓库，干那鞋啊放鞋的仓库大概拢平均拢大概快2万双的库存，2万箱的库存伫阮的仓库内底，好咧满足咱消费需求。但是嘛，用等到人拄好要经这箱这寸节拄好无。所以鞋子这个问题是很麻烦，而且很复杂，而且我们的鞋都是手工鞋，而且100%是 MIT 的在台湾做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合作鞋厂呢都在我们台南市，所以也长期下来，应该对我们大台南市还是有一点点贡献的。对这个产业链对，因为尤其很多不景气，很多鞋厂都关起来，关起来了。对啊，之前很多鞋厂就是都移往大陆了，对啊，造成这边在地的鞋厂都没逃楼。哇，那这样产业链下来，让他们就是其实也造福很多人哎。努力啦，一定要努力啦。对，所以其实我们知道说一开始谢董，你一开始就是在做这个主攻矫正器的时阵，迄阵敢不去用骗过对不？就是签约到那个授权的问题，对啊，所以其实一开始也不是很顺利，到后来你自己开发变得很顺利，对不对？这个凡事呢，万事起头难啊，有时候你到底会碰到什么，你根本很难去预测啦。那所以我这里对很多事情我都有一个想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呐。你只有面对，你逃避也没有用嘛。去思考说，怎么把危机化成转机，化成生机？那这样的话，纵使到最后你不如人意，但是我觉得最起码你会跟自己讲，跟自己对话，我真的努力用心，到底真的有没有很好很成功？那个就尽心尽力就看上帝了。但是重点还是你自己的心态所以有时候我到现在觉得人生很多贵人那贵人不代表他一定是那些只有帮助你、鼓励你、拿钱来协助你的人才叫贵人。不一定是这样，可能你在生命当中有些人瞧不起你，有些人讲话给你揶，给你嘲笑。对。但是人讲佛争一炷香嘛，人争一口气。为了这口气，可能你会不服输，所以你就要想办法让自己挺起来，站起来，而且你会更努力。就是讲咱台湾人讲的做风看啦，变好嘛较在输赢安尼啦。安尼这种态度、这种精神，就是讲有遮的看你袂起的，把你踢笑的人，变成是你的同伴啦，你的同伴，所以你要严格来讲，这嘛是算你的贵人啦。哇！我感觉咱生命当中呢，你讲一世人拢无拄着人甲咱讲闲话的啦，甲咱讲风凉话的啦，甲咱嘲笑的啦，我感觉足少的，一定有啦。但是呢，你安怎去面对？你干那生气没有用，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让自己变得更好。在未来的所以我常常在写文章里面就常讲了将来的你会感谢现在奋斗的你，将来的你会感谢过去你做对的抉择跟选择，所以我在书里面也有提到嘛，就是说，如果你想象你未来要怎么过，比如讲你今年40岁，还是少年人，你想你40岁的时候你要安怎？50岁的时候要安怎？60岁要安怎？你想你未来要安怎？你得要想讲，如果未来要这个，
我现在应该怎么样，才会造就理想中未来的我。或者你现在的一切想法都是空谈，是没有用的。你时间在过足紧，对，岁月是不饶人啦，所以就是讲爱有，所以人讲观念啦，人讲观念哪会通啦，逐项拢就靠有机会，万事皆通啦。你观念哪未通，有当时好的你嘛是变无好的啦。所以这常客啦。对，哇，所以其实谢董真的很乐观呢，他的观念都很正向，就是说有人讽刺你、搞碎你、看不起你，他把它化为正向的力量，变成说激励你，然后他还说他是贵人。没有这个也是经历过岁月的岁月的摧残跟累积，慢慢去转化去体悟到的。我们在曾经也是因为受过一些委屈啦，受过不如意，内心上也是也是有一种愤怒啦，或者是不满，但是压抑住啊，但是慢慢内化以后，就自然而然就想到，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走才是对的，那你就才会走出那个困境，对，否则你就好像那个蒙在那个鸵鸟底下自掘坟墓。对，那我想也不是办法了。对啊，就是也是无济于事。对，所以就是把那些化成自己有前进的力量。对。哇，那其实我觉得说，我看完书之后觉得说，您的贵人其实是你的内人，对不对？有一笑脸的型的行后怕拼。肯定对你拍表，李强他都就是一路都很支持你。像有些人他可能要从事直销，然后就会有人说啊反对啊，家里的人的反对讲啊，你安尼唔好啦，你若是去做直销吼，你一开始就是甲你的亲戚朋友得失了，拢叫人买物件。啊，有的人无想要买，但是伊个讲歹势甲你买。所以厝内人的反对，但是你的太太就是主演者的拢做支持你，对不？他是你的贵人。这个没错啦。我内人呢，他第一个他就是第一个对我有比较信任啦，比如讲我做什么事呢，他基本上还是带有一点卖讲100%啦，就是讲信任我的一些判断力跟那个，但是伊想无知影讲我袂去做歹代志啦，很信任你，较正常，真骨真认真啦，即嘛咱做直销一开始呢，周遭的亲友反对这种阻力呢，我是觉得很正常，很正常哦，很正常但是我们咱咧做的人就是讲，如何化阻力为助力啊？那这个就是我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朋友啦、亲戚啦、家人反对，关键不是他的错，是我们的错，是我们的错。我是不是我在做？家人反对是我的错，不是家人的错。因为为什么？因为家人看到的跟我看到的不一样。我要做是因为怎么样？我知道他好嘛，知道他有未来嘛，知道他将来会造就不一样的我嘛，对不对？像我当年我在中华电信，我自己有思考过，如果我不改变，所以我的口头禅大家都知道嘛，这个 no change is no chance， 没有改变没有机会。所以当年我在公务员的时候，也容许我这样讲，我算是还是小有一点少年得志了。我在中华电信，我25岁多就被升为班长，算是那个年代，算是一个主管。哇，好年轻呢，25岁。那个时候，我这个年纪当班长基本上很难找了，也找不到。那而且我又是我开始做研卫的时候，我如果依我的，因为我是应该算72级的，我们都讲72级的，72级就是民国72年，72级就是1983年。72级我从成大电机系毕业，我是读夜间部因为我16岁就开始半工半读，所以我从技艺班培训出来，我就被分派到台北，所以台北我有一点熟，就是我在那边工作一阵子，那晚上就去读补校，那个也叫补校啦，补校，当然我们为了工作的专业，
所以我们去选择那个电子修护科，因为我们跟我们工作有关嘛，就读电的嘛，电子啊、电机啊、电路啊，因为我们上班在修那个那个relay啊、那种继电器啊，都要看那种图嘛，所以就去读那个那我去大安高工，现在叫大安高工了，以前叫台北市工补校，读了3年，就是也很开心啊，那3年，因为很小嘛，所以白天上班，晚上就是跑去读书。大安高工，但是年轻啦，而且也不觉得累。大安高工又跟一般补校不一样，他晚上是5堂课，所以他不是4堂课，所以而且老师盯得很紧。所以真的有时候真的学校要求严格一点，老师盯紧一点，我们真的是有学到好一点啦。所以那个时候大部分的学生碰到这种学校老师都会抱怨，但是出了社会以后才知道，这个才是对的啦。讲实在是这样的因为书到用时欢恨少，对不对？脑里挤泡了嘛，所以就这样。那当年当然是有想要读大学，但是又碍于我们的程度，有时候所以也准备了一些想考大学虽然也去报考，也是有讲实在，我真的有考上白天的大学，但是那个学校不理想，所以我后来就去当兵。那当兵回来呢，当兵回来，我就是告诉各位呢，路不转人转，人你真的要，就是不要在你有时间有健康的身体的时候，不要浪费时间，真的要多学习、多成长、多努力，如果你不喜欢读书，那你就想办法学专业嘛，去赚钱嘛，因为真的有钱的人不多啦，在我们那个年代，所以我就去当完兵了，当然我们就想考大学嘛，那读夜间部嘛。OK， 所以我大概退伍以后，我去补习班，就上班补习班这样，我蹲了6个月。我那6个月基本上没有交际，没有应酬，除了上班就是读书，补习班上班读书。所以在这里给我一个启发，就是你真的要把东西练好、读好，只有3个字：下苦功。所以那6个月我下了苦功。OK。我们读补校没有那个不像哪有什么英文可以读啊？数学就是高工数学也没有什么东西啊。那个物理化学大概也是懵懂啦。所以那6个月我下了苦功，真的我是觉得上天照顾我啦。我那个时候的想法，我如果在台北考，我父母亲在台南嘛。那个年代呢，我觉得50岁就算很老了啦。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这个年龄，我觉得我很年轻了。很年轻。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哇，老这老个没人顾我顾囝嘛。我是独生男孩，我上有一个姐姐，下有3个妹妹。所以我就选择讲，安尼我要回来台南。因咱嘛无钱人台北买厝嘛。虽然迄阵台北厝无介贵，迄阵也买进就对啊。迄阵较少，咱嘛无钱人买啊。所以就看了眼。所以我就在考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夜间部大学联招是分北中南，你在北部考就只有北部的学校，对。所以我就报考南部嘛，南部当然南部第一志愿就成大电机嘛，我嘛是在听啊，咱知影这一定考袂到的啦，因虽然讲嘛咧梦啦，做梦啦，但是讲咱这种敢有法度，就嘛是考，那我就说。上帝啊，神的照顾我放榜怎么可能？你有下苦功啊，还是有认真啊？真的有下那个苦功所以就请调回台南服务嘛，从中华电信成为台南服务，台南服务就白天工作晚上就读书，那读了5年。这5年我讲实在，我也花了读书，也算属于比较认真的一个了。因为我们的环境呢，我们在那个时候上班工作的环境，算是读书的条件很好。因为没有什么障碍啊，没有什么特别的话，
我们在办公桌上是可以读书，都可以读书哇，可以读书的。所以这个谢谢那个中华电信当年那些长官呐，那些我们的那个时候的班长啊、股长啊，的这种照顾啦，照顾他也是鼓励我们读书嘛，所以谢谢他们这样子啦，所以这个所以人生就是你一定要有一颗不服输啦，有旺盛的企图心，因为那时候讲，如果我没有读大学毕业，我没有办法在中华电信里面再考更高一级嘛，虽然我高工毕业，我事实上我在那一年我同时考上成大夜间部，同时考电信特考，我从左级升为研级，而且那考试是连续4天，2天考电信特考，2天考大专联考，加起来一共13科，只有好像1科相同，其他都不一样，是一个挑战啦。对啊。迄阵可能迄年是我行大运啦。都考得很好。都考得很好，都考上了。所以真的所以这个有时候忙不到晚啦，但是所以你只要有报名就有机会，就有机会是这样。对，哇，所以其实后来呢，又去读了硕士，又变博士，真的很不简单呐。因为想读书是我一路来的心愿呐，只要有机会我就想读啦。所以在我原来的那个公司里面 ，OK， 我大概有1年多，快2年被派到马来西亚去做组织的发展嘛，去推广我们那时候公司的产品嘛。那后来被调回来的时候，知道那个时候叫长荣管理学院嘛，也有在招收这种那个 MBA 班，而且是在职的，不是 EMBA 是 MBA 班，所以我就去报考嘛，所以也很荣幸呢，因为我们的学经历啦，还有口试啦，考上嘛，那一年呢，我们班上一共录取好像12位还是15位，我都忘了，比较有名的就是我们同时在 MBA 就是我们白天要去上课呢，有时候白天上课跟那个大1的大2的学生，小朋友，因为我们要回去补修那个经济学啦，补修那个会计啦、统计那些东西嘛，因为我们大学没读过啊，所以要去补那个 MBA 要回去补啊。对。所以那个时段，我们班上有一个跟我常常在跑教室的，要去补的，就是当时当市议员的陈廷辉嘛。对，我们同班同学啦。对。所以就在那边建立了革命情感。是，对。那真的很辛苦。那时候我想当议员怎么可能来上？跌破我眼镜。对。他只要有课，他真的都赶到。对，他也很不简单。他以前是我们公司主播啊，真的是也是很拼啊，对啊。所以你看，成功的人士其实就是说，真的要有一些背后努力的付出，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啦哈。好，那谢董就是说，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呢，你也有一些蛮不错的方向，一些你自己亲身体验过来的经历，给我们年轻朋友。如果说他要从事直销业这一行的话，他应该怎么去选择？直销业要选择呢，你一定要几个面向你都要去思考。就好像一部汽车，它要好，它绝对不是轮胎好代表汽车好，绝对不是引擎好代表引擎好。它每一个钣金啊、方向盘啊，什么都要到位，那个才叫一部好车嘛。对，一家值得让你投入的直销公司，它有几个条件都要具备。不能说其中有一个很好。比如说有的说我的制度非常好，当探多少多少钱，村内哪不好，这嘛没使做了。例如说他产品不好，没多久就卖不出去。所以它几个面向，我大概简单讲，第一个当然是产品。那产品第一个要去了解它好不好之外，如果你比较有长远的看，它产品的来源是什么？产品的来源很重要。如果它是他公司自己研发的，有自己的专利，自己可以掌握的。这个是最好，如果只是 OEM 啦、什么 ODM 的那个是其次，就是一些代理什么的，是其次，因为万一代理权没有了，或者是什么都没有，它会有一些问题的。代理权没有就没得卖了，对不对？对，所以当然它有它的几个第二个就是公司，
他这一家公司是老板是谁？他成立的动机，对，重点是老板有没有在这一块专业的经验？因为直销跟传统老板不一样，所以很多传统老板投入很多钱来开直销公司，成功的几率到目前在台湾，除了有一家上市公司算是很厉害之外，没有很多大公司好像成功的很少。都是大财团，譬如说统字辈的啦、生字辈的啦、东字辈的啦，这些都上市公司，现在都不见了。OK， 所以呢，因为他们不了解传直销的一些生态跟一些想法，所以这个公司的这个也是一个要考虑的，他成立的动机，他的经营理念，那理念，甚至有的是。就是去用西人啦，西人来开的啦。你直销啊，免请人啦。你公司都有产品啦。你都甲成立去，你都小本钱博大缴啦。我来甲你操盘啦。这种拢稳妥的啦。哇！这种稳妥，这故事一直搬，一直做济嘛，一直做济。一直有很多这一种的做济。所以这个另外一个要考虑的公司。第三个考虑制度。制度就是咧分配讲这公司。你做的业绩的奖金，到底是送哪去？奖金若不是，比如讲这个物件100块，要发50块出来就足好啊嘛，就一半。这50块要发到 A、B、C 发到啥？若不是 A 领就 B 领呀。伊的公平，伊的精神，是表面上讲有发，结果无发。这拢爱小可了解伊的制度要深入了解一下。制度是不是有会造成囤货？囤货啦，还是造成，慢慢偏离，造成吸金，吸金啦，你这你若要做一群就迄落算球的啦，你就7粒啦，无就什么7粒就这就爱算的，就安尼好，这一粒几元安尼来甲伊拼甲伊紧啦，这嘛爱注意啦，咱毋是讲伊无拢爱注意制度。制度无绝对好，也无绝对歹。重点是公平、公正、合理。袂互使人伤害。这毋是安尼就做会起来。过来一项就是教育。系统的教育。直销伊另外一个挑战，伊就是无公权力嘛，爱自由企业嘛。你每一项拢会使来加你嘛，每一项拢会使明仔载拍拍屁股无爱做嘛，对无？所以来讲，你要有一个系统的教育分2地，一地就是专业，你咧卖产品，你爱教育，你要教对。我讲一句无输赢啦，阮公司做一产品就是有能量嘛，眼红外线嘛，这个发音发类这个物件。市面上传统的啦，是你为公司甲阮共款的，哪有咧卖这能量的物件？结果你去问人家经销商，足少问着讲出来是。对的，正确。为什么我安尼讲呢？因为含头家都毋捌啦，伊是免哪有法度甲教育的好势。这阮定当着啦。是。我嘛做烦恼，阮公司发生这种代志啊。所以讲物件，咱要推广进前，咱家己都拢爱了解哦清楚，迄个教材爱了解，专家看，安尼对啊毋对？你莫去出去去用迄个掠包笑破人的嘴。对啊。所以这教育，这是产品专业的部分。过来就是讲，直销要哪运作？运作就是安那，就是讲你要哪去推荐，要哪去服务，要哪去办集会。直销最重要的办集会啦，从 home party，house party 的家庭集会、家庭中心，过来就是讲公司的集会。大集会大激励嘛，所以小成功靠自己嘛，大成就靠团队嘛。直销它另外一个特色就是讲，你从一个人开始，什么都没有，公司提供一个平台、一个媒介，你在你的顶线的协助底下，你开始列名册，你有什么人爱推荐？列名册，列名册就分零售推荐。
一个去邀约，甲谈事业、谈产品，慢慢发展。你就一个有可能一个月推荐两个，两个慢慢认同，以后有认同，加入发展。所以有可能一个人透过你的努力，一冬后你的组织有可能100个、100几个，愈做愈侪年，你的团队愈大。对。愈大来讲，你就是一个团队。人讲人啊，济呢，是非就济嘛。所以免甲这个是非变成消弭。团队当合作，这种的专业都要有系统的教育，系统的形成。所以在我这书里面有系统形成的8大基本条件。对。8大基本条件，譬如讲，你讲你对我安尼做就会成功，人家问讲，你凭什么我对你安尼做会成功？你唔讲我听看卖。有的人都要讲不出来。对啊，你都不是没有守本嘛。要有守本那才重要嘛。对。这种就是讲，你要有累积足够的经验，跟成功的见证，让人家信服。对。无就无法度啊。哇，所以谢董刚就是跟我们就是有意要投入这个直销行业的呢，一些建议，你怎样去选择一个比较好的对你就是说，真正有帮助的，不是说听人讲这个所在你入去当赚偌济，迄有时阵拢是在碰，可能入去你的家己都无赚到，然后自己还要买一些产品等等的，这个都是不好的。要选这个制度啊，包括很多讲到产品啊，要去看他的公司啦、制度啦，还有他会不会进行教育，然后怎么运作等等。刚才我觉得谢董讲的这些可以给我们的年轻人做一些参考。而且我觉得你在书里面有提到一个，就是说保罗·皮尔泽写下财富第5波嘛，对，以公的健康事业是未来唯一会持续蓬勃发展的产业。我们知道说宏威就是从事健康事业，对不对？对，没错。因为大健康产业呢，不管在中国或者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列为一个政府施政的重点。容许我这样讲这个台湾是一个大有为的政府，所以政府真的是很照顾老百姓，所以我们蔡总统就念之在之的要照顾这些年长者。所以落实全世界来讲算很不错的所谓长照，对，长照制度，那也编了很多预算在弄长照，对啊，这不是错，也许是从新闻媒体、从报纸、电视，我比较少看，我比较孤陋寡闻，但是我从来到目前没有听到政府的高层要呼吁老百姓要先做好自己的养生保健，因为有养生保健，我们就不用长照，对不对？如果每一个人都负责任的把自己照顾好，我相信呢。所以，我们赖副总统昨天和今天的脸书也看他说台湾平均年龄超过80岁对，那健康年龄72岁，那表示台湾的上了年纪的人，这中间有8年的时间没有办法自理，就是卧床率啊，很高。那如何缩短这个呢？这个我相信是全民的要有一个运动，大家要动起来，怎么样来缩短这个？这个是跟欧美这种落差，我们台湾算偏大。偏大，那这个我是觉得政府应该要大力呼吁大健康产业，就健康产业要大力的推动、宣导、呼吁，因为你做大官的人讲一句，甲赢这阮老百姓讲100句啦，我从来唔捌听你讲过啦，所以就逐工伫遐咧画长照，正常的人伊嘛无爱人顾啦。我举我妈妈的例子，我妈今年90岁之前因为年纪大，而且我又没住在家里嘛，她住乡下永康，我住在河尾路那这个因为我公司就比较近嘛所以
就是有空就回去看。那之前有帮他请外劳嘛，就是印尼来的，是，就是就觉得他很不开心呐，就是很多问题，换了好几个啦，但是后来他可能他忍不住讲了一个他心里的话，我才觉得说，安尼，这不是要爱啦，伊甲我讲你若爱我，搁加我几档啊，都唔通甲我请外劳啦。安尼伊家己有法度照顾吗？伊家己有法度啊，是讲咱袂放心啦，而且老大人爱有人边仔甜对嘛。虽然我妹妹住在后面，但是也没有在同一栋屋檐下。安尼伊外劳较近已经差不多应该有3档以上，拢无啊吼。我觉得他现在更健康，哇，他活得更开心。这个是我们不懂他，有人过较好啊，有人过较好啊，所以这个就是咱亲身体验到了，讲老人家他不见得要有人给你落屎落尿，给你顾，给你上轮椅啦，伊上爱家己也要行啦，家己也要行的时候要觉醒啦，因为我们有一天都会老了。我们有一天都会走到那个地步了，但是你呼吁全民呢，从现在开始，你要健康方面要怎么去大家一起来做，不是底下咧抓迄个，你掺的什么添加剂啦，添加剂对人的影响是讲也无济啦，这个是政府你真的是才是最让台湾全民健康最重要的推手。我们直销业推动养生保健只是助手而已，对，所以这是有感而发啦，真的是我觉得这方面的呼吁太少，呼吁太少，真的，其实大家也都希望说自己能够一直长保健康啊，永葆青春啊，然后让自己健康一点。活着的时候就是要健康，能够自理。我也不希望说，以后人家来给我照顾我那么久，而且就是说，台湾其实卧床率有8、9年，真的有这么高。对，那也就是说，那8、9年都是卧床，需要人家照顾，然后政府又把大批的经费花在这里，真的是很不划算。所以其实就是说，像你们宏威推动的这种养生的、健康的这种概念啊，从脚然后各种的养生相关的产品的推出，那其实就是说，真的是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会有帮助的。那相对的是说，如果你从事这样子的直销，有好的产品，那其实才做得住、做得久嘛，对不对？而且像这一次现在这个 COVID-19 啊，哇，对全球疫情造得这么严重，那我们台湾算是还好的，但是其实还是很多产业受到影响，对不对？尤其有一些观光业，以前就是说蓬勃发展，然后大家都很羡慕那个空中小姐啊，哇，现在都失业没有工作了。好，但是我知道说我们宏威好像并没有受到冲击耶，因为这个健康的事业好像是真的像这个保罗皮尔泽写的。就是可以永续经营的一个行业，对不对？所以你们针对 COVID-19 是不是有推出相关的产品？有，这样人类追求呢，我个人认为不外乎2件事啦，健康与财富啦，在你生命之年，对不对？对。你要多赚一点钱，让你可以安心过日子。够用，不一定要富有，但是要够用。然后我相信现在的人都大部分会抱怨钱不够用嘛，对，所以要够用。第二个要健康嘛，对啊，所以你在推动从事健康产业，它永远不可能被淘汰嘛，因为是人要的嘛，对，人要的东西嘛，所以这个是基本的重点。那我们公司现在研发的产品，一直在开发，我们大概有6大系列。你也要讲较离谱的几乎为头毛过到脚毛了。全部都有嘛，就跟健康有关都有。对。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代理会要求说，我们的经销商这么多人，对，为什么公司不来开发一个产品，让大家来用到好产品，而且又比较合理的价钱，又有奖金呢？所以我们就一路慢慢开发这样子。那疫情呢？我相信疫情第一个就是口罩嘛，台湾人本来就戴口罩的习惯，对。那之前我们公司就有卖一个这个口罩，当然是都有卖，但是卖的不是很好啦，因为第一个它是特殊口罩，它有拿过大奖的，日内瓦发明展的奖，而且是有6、7成，特殊功能的，而且它是你大概一辈子买一个就够了，
哦，有一个就可以重复使用的。对，重复啊，脏了就洗，脏了就洗啊。哦，那因为它价格不便宜啦。哦，我记得好像1980，我1890。可是你如果可以一直重复的使用，用一辈子，而且他用的人大部分都觉得，真的是与众不同哦，因为介绍产品要花很多时间。对。哦，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公司，人家在找口罩，我们就不用找。大部分人都有，我们健康大部分都有了。哦，公司还有这库存，当然很快就被抢光了嘛。哦，就是那个时候大家都抢不到口罩的时候，对。公司这个库存不会很多。那后来呢？因为政府要推动什么？哦，什么大力丸啊，要洗嘛，哈。对。所以我们就推出一个叫洁净凝胶了。这个凝胶呢，它是精油做的。哦，里面呢，哦，就是说。现在我们知道，用酒精你天天洗手，那个手会干裂，那个皮肤会不好嘛。我们公司很多人都去看皮肤科，对你用这个洗它就干洗手了。它里面主要是精油，洁净的，还有次氯酸的衍生物，它不是次氯酸。所以它这都有做实验哦，抗菌、灭菌啊什么啦，都那个 SDS 都很标准的。都检验合格。像甚至那一天我还听到一个分享，讲牛皮癣呐，长期的牛皮癣抹一罐抹好去啊。这也可以。也可以啊。这个就很奇怪啊，有很多，因为它会杀菌嘛，那些成分都会杀菌嘛。是。所以就这个过来我们产品还有一个这个针对这个疫情呢，我们又推了一个叫罗纹沙叶精油了。这个精油是来自于马达加斯加啦，那个非洲那个小岛，罗纹沙叶精油呢，那这个精油呢，主要就是杀菌，现在都缺货了，这精油都缺货，这个杀菌，你都随身携带。对这个呢，像我们后来也推出这个比较小型的口罩，价格比较便宜，但是这个重复洗。这个有 SDS 4项检测，它外面是光触媒杀菌，所以细菌一来就被干掉了。光触媒杀菌，对，里面是那个抗菌除臭，所以你可以戴几天没味啦，没味，而且防晒。那最重要的是，我们戴口罩这里都会不舒服，对，夹到耳朵。那这个东西不是夹在耳朵。像它就是挂这样，挂这样，所以它是从后面这样。有时候你如果要吃完干嘛就拉下来，就有时候像我有时候去跑去走高铁的话戴口罩，对，我底下蒙几波口罩，吹吧，吹几波我讲在家啦，对，才找到了，因为它很轻，很轻这个袋子是德国的，另外那个韩国的专利。而且它不会闷热，不会闷热，因为它又透气。这个很重要，很多人戴口罩戴出这个口罩痘痘，皮肤会有问题。所以这个当然我们这些都是属于抗菌的一个产品。但人最主要抗菌的话，就是要提免疫力。免疫力要不是说免疫力过高也不好。那个就是也会有问题。对，所以人的免疫力就要是阴阳要平衡。对，平衡你的免疫力，不足的补上来，太高了要平衡。所以我们有很多吃的产品，就是针对免疫力。这个没有带来，像我们有一个白樟汁，就牛樟它的变种的白色对肺部特别好，益波白樟汁。但是我们这个白樟汁还跟南台科技大学的有一个团队的合作，里面加生物信息，加生物信息的那个强化，让它更容易吸收，就是效果更好。所以，因为我们这个产品要推出之前，我有自己花了一些钱做了一批，那我在扫我就上一架，我在扫上一架，迄种是无生物信息的，大家讲嚯，这困袂去的，咧扫架，暗时也好困，我就感觉哇，这物件足好，真厉害，拄我那个新冠病毒来，佮加生物信息。所以我们这个真的帮了很多人，咳嗽、肺部不好。如果有人长期抽烟、咳嗽的话，会叫了，会扫出来拢一角一角啊，足多人分享。好恐怖。OK， 所以健康还是要持续的、有耐心的去使用了。对。那所以就是公司的责任呢，就是要让产品好推广、好销售，公司的责任。
那你让产品好推广、好销售，第一个就是品质、价位、口碑、形象，认证。像我们那个公司有在上个月底，这个月25号要去领奖，就是我们得到这个量子砂系列产品有4个产品是得到台湾精品奖，就是号称台湾诺贝尔奖的，不那个对台湾精品奖对的那个的奖项，准备要去领奖。哇，恭喜！我们像这个量子砂产品还有足弓矫正器，都有得到国家品质标章，叫 SNQ，国家品质标章。所以只要你看懂这个标章的台湾的这个我们的好朋友，他看到这个标章就肯定这物件没问题，一定好的，一定安全的，你的政府给予的标章。所以这个就是公司的责任，要想办法拿到国际大奖，这也是一个认证。对。后来透过 SGS 的验证，甚至我们自己实验室的验证，每一个产品都有产品的验证啊、佐证啊，这样的话，像我们量子砂系列有10几种验证啊，从台湾的纺织研究所，包括有能量，我们连原子能委员会去检测它里面的能量，它是没有辐射性的，是安全的，我们都有这些验证。因为这东西我自己用，我家人用，我妈妈用，我的孙子在用，开玩笑，对，所以第一个，我们产品不一定要先求效果，要先求安全。对，有安全的再来强调效果。如果你效果很好，副作用很大，这个不能用。这个是公司的责任。对，公司的责任。所以安全一定要第一。对，哇，所以其实你们的产品已经建立了很好的口碑，对不对？还有口碑有品牌啦。对，所以这个品牌跟口碑是相当重要的。那你因为有品牌有口碑，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人知道宏威这个品牌，然后也觉得说这个品牌真的是非常棒。对，因为有各种的认证啊，而且真的很多人用过以后，真的觉得很好。所以其实这对于要从事直销业的一些新进的人员来讲，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对不对？对，那我们公司就在安南区嘛，科工区里面。那大台南市的这种好朋友呢，如果有兴趣，因为我们也是属于观光工厂。对。当年那个赖市长当市长的时候来帮我们剪彩，他大概前庭后验。看了一遍以后，他在他那隔天他有写脸书对，我脸书那个有把它弄下来，他称赞我们当年是应该是台南市最漂亮的一个观光工厂。对，没错。因为我们从基地的建设到整个规划都是以规划配合那个时候赖市长观光工厂的政策，所以我们也谢谢赖市长当年那个政策在推导，让我们这个概念。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来认识我们、了解我们，欢迎你来观光工厂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设备、一个规模、一个让你了解。那很抱歉呢，我们观光工厂基本上，如果你看的产品很满意，对不起，我们是不卖的。这个是，但是那个金花姐说不可以这样讲。就是因为我觉得观光工厂，我们主要的设立目的是教育，对，让你来了解怎么养生，什么才是对的，里面有很多图文并茂，动态的互动的方式让你了解，如果你想要对产品有兴趣，那是以后的事。对，我们当天基本上我们没有在推广任何产品。是，跟很多人不一样。对啊，真的是非常不一样而且真的我看过，就是全台南是最漂亮的观光工厂，就是宏威的这个观光工厂，而且就是说东西不卖。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宏威里面我进去看了以后，参观以后发现说，有很多一些关于身体的一些健康的知识，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对。然后你们把它做了那么详细的整理，还有解说跟说明，还引进一些医学的理论
所以去那个观光工厂真的是可以学到很多，真的是非常的棒。对，所以真的是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前往去参观。我们老少都学你了，幼稚园就可以开始来看。真的，而且你不会说小朋友去那边觉得无聊，因为他有很多东西可以参观，然后吸收很多的知识。小朋友还可以涂鸦。对啊，这里面真的很多东西可以看的。好，那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真的是很恭喜当选理事长，然后还出了书，然后最棒的就是说，其实这本书里面真的是不吝分享他所有的，把他最精华的一些心路历程跟经历跟经验，全部传授给大家，拢拼出来的。所以你最后告诉你，我要跟咱的观众朋友讲。最后感谢那个三冠王那个陈协理啦，我们罗理事长还有碧纯那个还有所有的工作同仁，这么辛苦啦，给宏威这个机会，在这里跟我们大台南市民的这个启明心声呢，来大家互相来熟悉，来了解一下。我想健康啦，是人人爱追求的啦，预防重于治疗，大家朗朗上口啦，但是有落实的到底有几个啦？所以我们期望每个人在将来的岁月呢，不要出现说为什么会是我啦，等于说为什么会是我有这个问题？我们希望每一个呢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呢，把我们这辈子创造一个有价值、有健康、有美好的人生。那如果宏威可以出得上力的，我们愿意呢，大家互相来切磋学习，真的是感谢今天的这水的主持人、主持人呐，加迄个大家观众朋友，感谢有闲来佚佗，多谢。谢谢。好，就像谢董所讲的，健康跟财富是大家所追求的。那今天透过专访我们谢董啊，我想我们观众朋友对于怎么追求这个健康跟财富有进一步的启发。非常感谢你，再一次谢谢谢董到节目当中，谢谢谢博士。谢谢。好，咱嘛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启明时下这波底下各集到了，咱再会。